君，今年是我和越剧结缘的第19年。对于这一行来说，19年不算长，但对于一段正在成长的人生来说，19年也不短。这19年，越剧好像我的平行世界。在舞台上，我进入他人的灵魂，体验他人的生活，理解更丰富的人生。这19年，越剧也是我的生活本身。它是我一天24小时中的绝大多数时光，是我一年365天中的大半悲喜。它让我有了一双可以借力飞行的翅膀，也让我在面对难题时有了不得不坚强的理由。捧北海，奉朝阳，我热爱这个行业，也珍惜在这条路上遇到的每一个机会。很高兴和各位在这里相遇，我们一起努力吧。荒郊野外，我实在不充点几早，怎么要冻成雪人哦？
乱纷纷，我心中翻江腾，嘿，翻江腾，嘿。把尾擦成。叫我自不义，从此起鼓起鼓，从此绝不铿锵铿锵，绝不铿锵铿锵，绝不